这因为管弦乐内底呢，介出名的作品是真侪，内面拢有强烈的国家或者是民族的特色。若讲到台湾的管弦乐音乐作品，即阵由少年作曲家伫创作内面加入关注边的传统歌谣，加做有台湾特色的交响乐。 这首洪玉凤创作的表是伫疫情期间想出来的作品，来探讨看无影、无边、无环意境，也加入台湾的古调。伫国立台湾交响乐团2022青年音乐创作竞赛摕到头名的肯定。引用一个曲调，它是那个泰武国小的传唱队，它是采集的那个排湾族的古调，对，叫奎纳纳鲁湾，对，就是思念的孤单这件事情，对，我觉得。 跟我想要传达的那个曲念蛮符合的。也个这首摕到观众票选奖，嘛是第3名的《月光魂吧》。创作灵感来自布农族的传统歌谣，以及诗人柯惠芝的作品。 即阵透过李玉如的创作，用管弦乐表现出来。这首曲子我们要写成管弦乐作品，那管弦乐的乐器很多，支度也比较复杂，所以我要试着去保留那种布农族8部合音的感觉，但是又要转化成给管弦乐团的语言，我觉得还蛮不简单的。少年人的思维啊，足开放的哈，我看迄创作的曲，足灿烂的交响乐团的色彩，无到像西方传统交响乐遐尼严肃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自2008年开始，逐年举办台湾音乐创作评选，目前已经有85部的原创作品。团长刘宪英表示，未来继续提供舞台，鼓励音乐家创作出属于台湾的声音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